好，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过几天呢，正国寺会很忙。第二个礼拜天，我们有祈福消灾朝山活动。师父呢，为了要迎接十方各地的信众到我们寺庙来绕塔，所以师父呢，提前要先把身体要照顾好，不然的话，最近呢天气很冷很冷哈。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保暖啊，注意健康，大家平平安安的。感谢大家。今天呢，我们利用短短的时间给各位大家介绍，我们在世间呢，对什么事情的够用就好了。从前呢，有一个人，他一生呢都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呢，他存了500万了，他就打算呢，利用这些钱，好好的来享受一下快乐的生活，什么事也不做了，只是想做到世界去旅行。可是天不从人愿，死神呢，却在他出门前的那一天晚上降临了，要带他离开世界。尽管他百般的哀求啊，说尽了各种理由，但是死神呢，就是不肯让他多活一天呢。于是呢，他就向死神利诱的这么说：“你再让我活1个月好吗？我可以分给你1半的财富了。”这样，但是死神根本不理他了，只是拖着他就走。这个人呢，马上就说：“1个月不行，那能不能1个星期呀？只要1个星期就好了。我求求你呢，我辛苦了大半辈子，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好好过一阵子的好日子啊！我就为这个目标在努力啊。”他呢就苦苦的哀求这个死神，可是死神呢却仍然无动于衷啊。最后死神总算答应给他几分钟了，让他留下一张便条纸。结果这个人呢就在上面写着：“哎呀，任何看到这一张便条纸的人君子啊，如果你的生活还过得去，你千万不要浪费生命去拼命赚钱呐！你要把握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吧，因为我的500万呐，连1小时的人生也买不到啊！”佛陀就告诉我们了：万般带不去，只有业随身啊！你的善业跟恶业一起到另外一个世界，那其他呢，任何东西你都带不走。有个收藏家呀，他说啊，以前呢，我收藏宝物是想留给我的孩子，你们想想看，如果孩子好，当然该给他嘛，当做一种奖赏。相反的呢，如果孩子不好，过得可怜，我更应该给他，让他卖了可以过好日子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收藏家他话锋一转呢，他说：“现在我改了，我想啊，如果孩子不好，我当然不该给他拿去败掉啊。相反的，如果孩子好，他已经很富有了，也不需要我的收藏品了。”他的脸上啊，就散出一种光彩的说：“所以啊，我决定把我所有的收藏全数要捐给博物馆呐。”各位，我们呢，好多人呢，有时候来问师父啊，说赚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够用就好了。话虽这么说啊，但在人们未能去除这种贪得无厌的心态下，多少钱才算够用了呢？自己够用了，但是太太不够用；夫妻够用了，但是儿女不够用；儿女够用了，的孙子不够用。你看，永久啊，没完没了了。所以我们的心啊，永远都未被外在的贪念，结果整个的心就七上八下，忽高忽低，每天就烦恼不断。所以我们应该要记住，人间宛如一场戏啊，千万不要太在意啊。生活的好坏是由自己啊，应当放下才合理呀。所以我们希望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生命是非常无常的，什么时候会出现，我们不了解，你没办法事先知道，你也没有办法去掌控它。一旦无常出现，你什么东西都带不走，这个时候你再来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们一定
在有生之年，一口气还在世间的时候，你应该多做一些善业，帮助别人，也帮助自己。自己就是你往生的资粮，祭祖非常丰沛。你帮助别人得到改善，大家都敬爱你，都会爱戴你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一点呢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了解这个公案的内容，让我们深深去体会。我们应该要身体力行的，一心向善，来帮助一切苦海的众生。我们非常感谢大家。南无阿弥陀佛。